呢部電腦今年2月份砌嘅，今日就要同機主進行一個小升級。水冷、底板、32GB RAM、850W 牛、機箱呢啲全部都唔要，即係話除咗 CPU 同 SSD 之外，係咁以做一個小升級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砌機最緊要，梗係擔翻張凳仔俾我坐下先啦。ROG X870E 龍王4代水冷，呢啲舊款型號用嚟升級就最合適嘅啦。原本嘅 32GB RAM 係咁以升為 64GB， 用得 ROG 12W 火牛，梗係要試下呢一條線會唔會燒頭。機箱揀咗個大少少嘅款式，15kg 之嘛，唔係我搬唔起，我係驚整爆佢塊曲面玻璃。第一次開箱呢款機箱，黑麻麻又唔知邊一面係玻璃，唔知點樣鬥佢上嚟。第一次又唔知點打開呢塊玻璃，最終都係大力出奇蹟，開咗。呢個小升級砌機就砌咗3個鐘，由原本落實好嘅升級方案，訂咗貨唔啱，取消再訂，淨係呢8把反葉嘅風扇都改咗3次嘅款式。呢部機係咁以做少少嘅升級，絕對係為咗下一次嘅大升級而做準備。ROG 5090，你有需求，我能做到，一步到位，攻頂。